好啦，跟住咧，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啊。咦，Miss Nicole，你呢度咧個 aquarium 係大街嘅喎，咁但係呢度有細街，咁究竟我作嘅時候咧係用大街定細街咧？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？用大街定細街？好，Abby 同學，你覺得咧？你見你舉手，係啦，係因為即係上面嗰個係 aquarium 係大街，係因為個標題嚟嘅。不過平時唔使大街嘅咯。好好啊，嗱，Abby 同學非常之好啊，嗱，因為我上面係一個標題寫低，標題嘅話咧就基本上啲隻字都要大街嘅。作嘅時候咧，嗱有兩個情況，如果你想講嗰個水族館嘅名稱，就用大街，即係你幫佢起一個名啊，即係例如呢個水族館嘅名叫做 Nicole Aquarium， 用我個名起咗一個水族館。係咪啊 ？Nicole Aquarium 呢個名稱我就要大街。如果你唔幫佢起名，你純粹係講一個水族館嘅統稱嘅啫，唔係指定某一間水族館嘅話咧，就會用細街。get 唔 get 到？